高雄的黄色阿比亚展览特别结束，来看今仔日有一场小小阿比亚的比赛活动，伫咧大港桥骹举办，是吸引侪民众来参与。喇叭声响，黄色细只阿比亚向前冲，350公尺长的河里，互15000只细只阿比亚占去，规个河面拢照细只阿比亚，民众讲看得真心色。不过伊的魅力，原来吸引几多万人到场。变多了，好玩。哦，好累啊！周边活动有啊，有很多不同的，就是设施也好啦，还有活动都比较多啦。啊，对啊，这交通也比较方便的。感觉还蛮棒的、啊，就是办的也不错了。为咗家长为了互囡仔看这个细只阿比亚比赛的画面，互囡仔坐伫肩架顶。啊，毋过嘛有民众因为无占到好位，看袂到细只阿比亚比赛，一直讲真可惜。在这边看不到，我们有看到大只的。大老桥现在真的暂停进入的人已经太多了。现场人丁互规个大港桥拢客满人，搁要禁止人员搁再上桥。其实真的也不晓得说下次再回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也许10年后也说不定。市政府讲，15000只细只阿比亚初步拢伫查油所内，边仔有工作船台面伫估，有信心袂外流任何一只细只阿比亚。后续这细只阿比亚洗清气了后，会送互偏乡也是较弱势的囡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